早做7點鐘，地鐵逼到擠唔到，又係噩夢式嘅星期日，流細河水滾到成件衫都濕晒，打工打到條腰都彎，個人灰晒冇精神。中午偷偷食埋個飯盒，個腦淨係諗緊4個字，點樣砌先夠勁。數碼鐘響起5點半，終於放工，行返投注站。隔離個阿伯話夢見馬票號碼會變貨啲號碼，我心諗有冇搞錯，夢境都下嚟參考，轉個頭我都照買埋自己身份證尾數。做人要信命，唔信邊個撐得過？打工發夢靠張紙仔撐住生活，4D 變咗人生出口，唔中都話想中一次。打工發夢前，年度都要搏，每次望住中獎號碼，心跳快過拍拖。月頭交租，月中公車，月尾買菜都要掛清，仲要應付女朋友話你幾時求婚啊？我苦笑，係啊，今期同中線啦，佢合咗我埋頭，仲中意過4個字，多過中意我啦。發夢打工信命都信到號碼，信唔過世界，但張彩票好似冇咁黑心。發夢打工中唔中都唔緊要，最緊要張彩票入面寫住希望2個字，或者大叫後着4個字8269，望住自己張票8268，就一個數字，但唔知點解我笑咗出嚟。冇嘢啦，至少證明我接近過好運。下期仲有，人生都係一張複印，至今有機會再印過。打工發夢4D，人生歌咁唱，人唔係怕輸，係怕連希望都冇得捉。發夢打工你話我傻，我都照做，至少我有夢做，有號碼睇，有份堅持撐住路。發夢又出頭，搵到未來，照樣過。